面前的数手鞠躬行礼，大喊一声爸。爸。向面前的阿姨鞠躬行礼，大喊一声妈。妈。爸叫的响，妈叫的亮。阿姨手里的第一个红包，上边的红包给新娘来，接过红包递过聚宝盆，老婆婆接盆儿。谢谢妈。有请新娘子将荷包花为荷包头顶，荷包花在头上啊，美美的为荷包戴上大红花，喜荷包脸上笑哈哈啊！恭喜二位公婆。那有请喜荷包将万里挑花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好，抽出1元，来把房给妈妈，预示方圆万里挑了一个好人家，也预示方圆万里挑了一个好儿媳。恭喜二位公婆。好，有请二位公婆转过身来，来，咱们李明华做好准备啊，来。站着别动。是往左吧？听我口令，来，准备啊！你别等，稍等一会儿。好了，来，有请二位公婆引领一对新人入洞房了，来，往前走。打吗？打吧，打！